土瓜灣龍寶酒家飲茶。港鐵宋皇臺站 D 出口出站後轉右向土瓜灣方向直行，出咗去土瓜灣嘅行人通道後就過馬路，再向左過馬路，過咗馬路後就直行，去到街口轉右再過馬路，過咗馬路後直行，一路直行就會見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1點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一至五早茶茶錢10點前8蚊，早茶10點至11點同下午茶茶錢，搭台區8蚊，非搭台區10蚊，服務費13%。早茶榨菜肉片飯9個8，夠熱好食。漁村煎釀三寶9個8，三寶有涼瓜、辣椒同茄子，唔係幾熱，一般。翡翠叉燒腸16個8，腸粉幾滑，叉燒都唔錯，幾好。下午茶蠔皇菜與牛肉河38個8，牛肉都多，味道可以。孖寶別32個8，滋補藥膳鳳爪，藥膳味幾香，鳳爪幾腍，幾好味。白灼田園時蔬生菜有啲老，麻麻。早茶同下午茶點心9個8起，燒味湯米23個8起，孖寶32個8起。星期一至五早茶點心小點16個8，中點21個8，大點24個8，特點28個8，頂點34個8。其他時段就貴啲。